17岁上午来到7个的龙山社区，疫情了，社区一直在努力发展社区的营销，促进在地观光。头一批活动由社区的总干事王胜华真侪年来所累积落来摄影作品来举办。山寮故事、龙山风景摄影展。因为今仔日呢，阮来开这个记者会，就是要推展着阮山寮、龙山山寮的故事。阮为什么叫做山寮？这是阮以前阮山寮呢，离迄个50年前、60年前的时阵，阮就做山寮。尾了，阮搁改做龙山。所以今仔日呢，阮后壁咧展览的迄个相片，阮就是要介绍着阮过去50、60年前、6、7年前的这个故事，要来互全国的朋友知。主要这个展览呢，就是我们是用这个竹架的意象，它其实是一个就是这边的在海上漂浮的一个科棚的意象，所以我们就是用科棚的意象去搭建这个就是竹架的墙，然后有请师傅一起来这边做搭建这样子。那这个摄影展它的规划的话，就是主要它的两面是分为这边是龙山的自然风景，然后龙山的自然风景的话会分成就是龙山有3宝嘛，就是大家通常知道的龙山的3宝就是虱目鱼、五锅鱼还有鹅啊，所以这面墙主要是在呈现一些龙山3宝还有西湖风光的部分。活动现场由龙山国小的跳鼓队为大家带来精彩演出，现场嘛看到每一张充满在地文化特色的相片，并嘛拢有结合龙山三宝、沙巴鱼、南洋台啊、甲蚵啊。我当初渔业署请渔会跟我还有长荣大学去台北开会的时候，希望我们找出一个亮点渔村来做一个计划。那我们南县区渔会这边也思考很久。那第一点是我们希望这个能接近生态。那龙山社区刚好是符合我们这个亮点计划。那第一是因为它是一个渔港的渔村，那它的养殖面积附近也很辽阔。那重点呢，它还有一个七股细湖。所以它除了养殖之外，那还有沿岸捕捞，所以我们把这个地方作为我们亮点计划的重点渔村。那也希望说借由这个亮点计划呢，能提升我们渔村的繁荣。这摆社区嘛要特别感谢渔业署、南关区渔会，佮东英大学的指导，协助社区用透过甲传统无同的方式行出去，要互大家看会到。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